好，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就睇呢一個分享呢個約翰福音啦。咁啊，約翰福音咧就記述咗耶穌嘅一生咧，其實應驗咗好多個舊約相關嘅預言。咁啊，另外咧亦都記述咗咧耶穌咧同法利賽人好多嘅辯論啊。有時有啲嘢咧又即係理性上咧好矛盾嘅咁樣，但需要咧仔細查經先明白嘅，喺即係約翰福音裏邊。即係例如咧就係耶穌咧侍奉嘅頭30個月，咪喺北方嗰邊加利利為主啊嘛，咁都好受北方嘅猶太人歡迎同埋支持嘅。咁啊，耶穌侍奉最後嗰6個月咧，就喺南方嘅耶路撒冷啦。咁樣咧又受到南方猶太人嘅反對同埋敵視喎。咁但係點解耶穌頭30個月嘅侍奉裏面咧，都會遇上南方敵視嘅猶太人嘅咧？咁樣樣。咁啊，聽完大衛鮑森牧師嘅導讀咧，我先知原來咧，因為耶穌佢即係同一般虔誠嘅猶太人一樣咧，每年都會去3次呢個耶路撒冷。咁即係話佢喺侍奉頭嗰24個月啊，其實嗰24個月裏面，可能佢都去咗6次耶路撒冷啦。咁喺耶路撒冷嘅時候，咪受到南方嘅呢啲猶太人咧就敵視佢咯，咁樣樣。哇！即係咁樣咧就通咗啦，就明白咗嗰個嘅即係原來咧就冇矛盾，即係唔係話原來兩個都啱嘅，係啦，即係耶穌既係主要服侍頭30個月喺北方，但係耶穌原來亦都曾經咧係出現過喺即係南方，而係有即係合情合理咁樣樣啦，係啦。